囝，顶礼拜互你气甲要死啊！你搁第二创啥？我惊你会受我啊！收你个大头来，甲阮迄个样样拢共款。啊，你也是爱恁样样爱甲要死啊，搁伫遐假。你无大无细的你，安尼甲阿嬷讲话啊！啊，你这礼拜搁要创啥？看节目啊！看啥物？看你的大头啦！看。我是来带我的秘密法宝啦。有啥物法宝？加分哦！阮伫阮兜拢叫伊叫做。迄啥臭豆腐呀？这是你家己哦，我嘛足爱食臭豆腐的，好食。那有领队才用心啦，这种领队真正爱到位。我常常看你节目啦，常常咧食物件咧。动静安尼都不会休息啊！拄食，我听到制作人讲，阿松要加油啊！阮即马要摕耍的出来。哦，阿松要摕啥物？来，输人输阵咯。互你看卖，互你有这啥物？迄啥？会使食吗？这袂食这耍的。迄毋是刷。你爱加油啊！一盘蛋渣人炒干。迄刷袂使食呢。炸一盘刷来。我食过炸物件的节目安尼做伙食呢，爱阿松呀，阿松你摕迄刷要创啊，一盘散沙安尼。阿妈毋是袂见看，搁笑干呢。哦，你这个人做恶一个呢，哪安尼讲话啊？我跟你讲，你也要加油啦。哦，你搁讲，你搁讲试看卖，这太多啦。啊，过来要看啥啦？咱来啉咖啡啦。啉咖啡，我上爱啉咖啡呢。这个咖啡厅，伊毋是一个普通的咖啡厅，这扛棒水呢，拢是一寡吼，像我这个年岁以上的人，咧做煮咖啡。这内面有足多人生的故事，以及咱社会缩影，咱安怎要来面对咱超高龄社会了后，要面对社会情境呢？咱来到底这是咧啉咖啡啊，咧做咖啡啊。咱基本上这个咖啡厅是用神拜，画面安尼足水的而且拢神拜，神拜头壳内底拢有真济真价值的物件。来啉咖啡的时阵，会当哦，譬如迄香味啊，哎呦，安尼敢若袂歹。哦，所以咱落来设计这个算讲咖啡师的这个职务啦，可以来训练了。真正还够有专业哦。啊，真正。哦，他因为讲完2个月，爱科技哦。真正爱科技。啊，真正够有差不多。像咱咧啉咖啡有时阵，咱啉袂出来啥物咖啡，啥物咖啡啊，无共款。即摆真侪老大人吼，真正伫厝拢毋知要创啥呢。我感觉这个节目吼真好，遮个老大人吼出去学物件，佫会使吼先线趁钱，真有意义。我感觉你嘛应该出去加学一寡物件。我去学物件，想要陪你看节目啊，你咧讲啥？抓落来。抓来咧是你上介意的做运动的时间咯。啥物？我要做运动。哎呦，走吼，来，甲你的正骹就好啊，为这边点出去，点来，安尼啊。简单的骹头舞保持。啊，迄我知，迄大练的。来，咱加紧一个速度试看卖。安尼，安尼。哦，简单的，安尼拍开哦。我拍开哦。敢若一个快乐的人吼，咧快乐的跳舞，正骹倒骹吼，但是卡通人物咧。啊，咱的身躯要稳定好哦。落雨天吼，伫厝做运动嘛是袂歹啦。换水桶啦，水桶。啊，咱的手后翘，换水桶，换水桶，看袂所在。哦，啊，那无爽快的人，会使较加一寡寡无紧。伊早定定咧换水桶的感觉。哦，啊，咱骹那肯定就会换动作。安尼，安尼。好，我点嘞，才死大。有呢，平常时较少叮当着的所在，一概拢甲叮当着。这我会晓，这挑战性无遮悬。阿妈，你讲无挑战性，你爱确定呢？我甲你讲，恁顶摆啊，我嘛是会使，我身体真好呢，我足够的，我甲你讲。安尼咱继续来哦。好，来，我这伤紧啊！那我是体类啊，后摆莫讲用迄体类。这是要哪做？正平倒安尼啊，正平倒平，我嘛会使。手拍开，嘿，安尼啊，哦，腰身哦，恁遮的人心肝足雄的，这摆叫我做2个运动，我实在忝死的。讲你真勇行，你拄仔毋是讲无挑战性？我身体真好呢，我足够的，我跟你讲，应喙应舌的。咱行伫咧巷仔内底，竟然哦，拢看会到150当前英国人的名牌。当前，顶管讲啥？古，William，这是写什么英文呀？以前就是四峡谷号这条船的船员啊，
因为讲迄阵有一段时间风险较大，啊伊即摆用迄个细只船入来吼，啊即摆到迄个港内煞冰船，啊咱主人就是过身啦，过身了就种伫遮。百几年前的蒙牌，记录了迄个时代一个被大海吞噬去的生命。经过时代变迁，马酒仔搬入来到遮的人，嘛甲蒙牌当作是厝体一部分。讲起来吼，嘛是一款尊重甲疼惜。迄厝后壁有迄外国人的无，住伫遐的人拢袂惊哦。这嘛是表现咱台湾人善良的一种方式啊。人是先住咧遐，后来搬来住的人，用这种方式甲善良和平住做伙，安尼敢毋是足甘心？嘿啦，安尼嘛是正好啦，就算是鬼吼，嘛袂甲伊害啦。喂，阿嬷。哎呦，要试过半，袂使有白讲话，大妹。这出真侪人咧看呢。你是我最细汉带大汉的，你是我家己。我是阿西啊。周文照。阿西。我永远拢会记。真老演。这张顶是国家甲咱。哎呦，这橡皮。是咱正气咧，这样会强哦。袂歹，拢你的功劳。我拢是家包的。唔免得算盘，佫会当得甲遐尼精哦。哎呦，拍啊你拍啊！为了8,000块对我不忠不义啦！阿爸，我真正咧讲迄AI的故事，迄店拢用出来啊，厉害！你无资格用我送你的物件啦。啊，这爱看，这爱看。哦，这出是毋是咧讲迄做 AI 的故事哈？无毋对，这就是咱台湾早期做 AI 产业拍拼的故事哦，就真同款精彩哦。观众朋友哦，爱紧去看呢。啊，过来咧，搁有无？无啊。无啊，头礼拜讲叫你爱准备较济咧，即马搁无啊，准备安尼少少哦，哎呀，变身我跟你讲啊，等下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。啊，刚刚讲鹅啊，会讲鹅啊，讲鹅啊啦。我昨去海边，海边哦，啊，我拍受伤啊。哦，是哦。对，啊，有啥物方法无？是有啊。